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已經喺2004年全面更新咗學校嘅課程，提倡多元化嘅學習。學生除咗普通嘅學科學習之外，亦都要體驗下其他嘅學習經歷。多元化學習已經成為咗羅桂祥中學其中嘅一部分啦。近年嚟，課外活動已經越嚟越重要啦。佢之所以咁重要，係因為佢可以彌補學生喺課堂上面嘅不足，令到學生嘅課餘生活有一定嘅素質同埋一定嘅成長。就等我哋而家嚟睇下我哋學生喺參加課外活動嘅情況啦。由校長帶領嘅辯論隊喺每一次嘅辯論比賽當中都能夠攞到出色嘅表現，甚至屢獲殊榮。喺多次嘅比賽當中擊敗咗唔少嘅香港名校，並且喺自由杯比賽當中淘汰咗喇沙書院，進入8強，戰績彪炳。銀樂隊喺起初成立時，只有大約15至16人左右，而家已經增加至40幾人啦。銀樂隊非常之精益求精，一星期會進行3次左右嘅練習，每當表演或者比賽前嘅1個月甚至半年，就已經開始加緊操練，希望將每個細節修飾至最完美，令到表演或者比賽變得盡善盡美。我哋學校係一間動靜皆宜嘅學校，除咗有文靜嘅活動，梗係會有啲動態啲嘅活動㗎啦。我校啦啦隊成立嘅時間唔係好長，但係已經有咗驕人嘅成績。之前喺校際啦啦隊比賽當中攞得到冠軍，並可以代表香港前往日本參加比賽。而喺18區啦啦隊大賽當中，亦都攞到中學組嘅冠軍，成績彪炳。欖球並唔係普遍人認為咁暴力嘅，事實上，只要受過適當嘅訓練，受傷嘅機會比踢足球、打籃球都要低。欖球隊歷年來獲得唔少嘅獎項，就以最近2年為例，去年男子隊就攞得學界嘅亞軍。女子隊喺非撞式籃球學界亦都名列前茅。課外活動的而且確可以令到學生發展佢哋嘅潛能，學到一啲平時上學學唔到嘅嘢，同埋增強佢哋人與人溝通嘅技巧。透過俾佢哋更多唔同同埋多元化嘅生活，令到佢哋有更大嘅發展空間。有機會下次再見啦，拜拜。